呢一秒過火，經過3個月嘅緊湊拍攝，喺28日正式宣布殺青。官方同步釋出嘅花絮視頻，將張凌赫同黃楚賢嘅甜蜜互動完整展現出嚟，再次點燃話題熱度。片中一場廚房戲分外吸睛，黃楚賢埋頭炒菜，張凌赫卻悄悄靠近，從背後打擾，令佢瞬間慌亂，笑場連連，仲尷尬喊住對唔住。張凌赫順勢調侃佢嘅廚藝，兩人氛圍宛如真實小情侶，格外自然。另一場戲更顯俏皮，兩人互用鍋灰喺對方面龐塗抹。黃楚賢為張凌赫畫上貓咪鬍鬚，而張凌赫則反擊，喺佢臉頰留低黑色大腮紅。最後黃楚賢笑住大喊逃離現場，甜蜜氛圍濃烈，令到粉絲直呼純愛感爆棚。呢一秒過火，呢一劇從開拍起就備受關注，播出之後想必會引起一波追劇潮。網友們最為關注嘅仲係女主黃楚賢嘅美貌，佢係出咗名嘅古裝女神。呢一次嘅民國造型亦都美出圈啦，無論係中式傳統風格嘅旗袍，定係靚精緻嘅洋裝，佢都能夠完美駕馭。晒出嘅殺青照中，黃楚賢身穿白色襯衫同埋黑色馬甲，以一頭黑長直髮型亮相，睇住好似係學生打扮。佢喺劇中一人分飾兩角，劇情亦都係走懸疑復仇風，等唔少觀眾倍感期待。呢一部劇嘅看點仲係幾高㗎。前期嘅學生打扮，一眼睇去有嗰種清新靈動嘅美，搭配佢精緻嘅五官同憂鬱嘅眼神，有一種亂世美人嘅韻味。呢部劇描寫嘅亦都係亂世時期嘅愛情。女主任素素係一位富家千金，端莊溫婉嘅外表之下，卻掩藏住為家族復仇嘅秘密。呢一秒過火嘅男主係慕容清活，一個霸氣深情嘅軍閥之子。該角色由張凌赫扮演，完美還原咗小說中嘅嗰位男神。呢部劇喺抖音嘅話題播放量已經突破16億，未播先火。此前曝光嘅路透短片，包括張凌赫濕身公主抱黃楚賢、戰選造型等場景，單條點讚便輕鬆破100萬，進一步推高期待值。而張凌赫飾演嘅男主角慕容清活，更加係成為獨立話題。播放量高達19億，熱度甚至超越劇集本身。流出嘅花絮照中，慕容清活坐喺凳上睇書，佢嘅面容十分俊朗，劍眉星目，瀟灑風流，讓人完全挪唔開眼。仲有一張相，張凌赫着住白大褂，戴住眼鏡，氣質特別溫文爾雅。由此可見，慕容清白嘅人設十分豐滿，絕唔係單一嘅霸氣。張凌赫喺劇中嘅造型亦都好多樣，畢竟佢嘅人設係軍閥少爺，華麗嘅裝扮先至能夠突顯出佢嘅身份。本來佢就屬於嗰種濃顏係帥哥，完全能夠駕馭住各種貴氣嘅造型。加到佢扮演嘅慕容清活，小說中嘅矜貴公子完全走出嚟啦，嗰種氣質都太迷人啦，睇起嚟特別養眼。黃楚賢就好似從水墨畫裏面走出嚟嘅溫柔風美人，眼尾微微下垂嘅時候，好似藏住小鹿咁嘅懵懂，笑起嚟又好似春風拂過桃花枝，唇肉感裏仲藏住啲小俏皮，連髮絲都跟住佢嘅笑容輕輕搖晃，俾人忍唔住想多睇兩眼。佢嘅成長經歷好似部古風養成記，從將軍在上嘅表妹柳色音初露頭角，到清平樂嘅張貴妃驚豔四座，黃楚賢用5年時間從小表妹變成咗古裝美人專業戶。拍攝柳色音嘅時候，佢為演好呢一個痴情角色，對住鏡子練咗無數次含淚凝望。連導演都誇呢一雙眼睛睇邊個心生，呢一份用心等佢從甜妹變成咗演技派。喺櫻桃琥珀劇當中，櫻桃俾蔣陰西瞓喺床上，佢將杯子疊起上嚟放喺2個人中間。櫻桃話俾蔣陰西聽，自己琴日都冇敢瞓覺，而家佢將自己帶返屋企啦，所以終於可以安心瞓覺啦。蔣如西表示呢一度只係租嘅房，並唔係家。櫻桃提醒蔣如西，自己第2日醒嚟嘅時候要睇到佢唔能夠跑走。2個人終於瞓咗一個安穩覺。後嚟蔣賢西做咗噩夢，
佢喺度喊，櫻桃睇住佢嘅樣好心疼。當蔣賢西醒嚟，佢躲避櫻桃嘅眼神，櫻桃希望佢將憋喺心裏面嘅事情都講出嚟，但係蔣賢西覺得還唔到時間，咁所以就跑咗出去。櫻桃好難過，喊咗一陣之後，佢追咗出去，揾到咗坐喺台階上嘅蔣賢西，佢好嬲，從細到大都係咁。蔣賢西總係等緊，但係呢一世界上嘅事情冇萬事俱備先至開始㗎。櫻桃睇得出嚟，蔣如西活得好攰，所以先至會好心疼佢。但係佢希望蔣如西唔好再頂住光環等待被愛啦，佢要接受自己嘅所有樣。蔣如西亦都好了解櫻桃。佢知道自己享福嘅話，櫻桃唔一定會同佢埋一齊，但係自己吃苦，櫻桃一定會陪住，所以佢只能夠躲避。本來櫻桃仲想要去拜訪蔣元西嘅堂哥堂嫂，但係蔣元西翻話自己同佢哋唔聯繫啦，櫻桃冇必要去睇，櫻桃應該翻去咗。櫻桃唔想再空等啦，佢唔知道自己要等到咩時候，所以佢決定唔愛蔣元西啦。返到房間執拾行李，準備離開。直到櫻桃坐上出租車嘅嗰一刻，蔣陽西都冇喐，甚至唔敢同櫻桃對視。但係當出租車開走嘅嗰一刻，蔣陽西慌咗，佢追咗出去，但係冇追上。佢以為就咁錯過咗櫻桃，但係冇諗到櫻桃返嚟添。櫻桃話俾佢知，睇見佢追車啦，所以俾司機搖咗一圈。蔣兒西知道咗自己嘅心意，佢唔能夠冇櫻桃。咁所以按照櫻桃嘅引導，佢講出咗要做櫻桃男朋友嘅話，兩個人終於正式交往啦。櫻桃讓蔣如西帶住自己出去行街玩，佢哋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喺街上一齊食零食啦。之前食個早饅頭，仲要匿喺小巷裏面。回顧過去，張凌赫憑藉多部作品逐漸奠定男神地位。《蒼蘭訣》同《雲之雨》中同余書欣嘅合作，讓他人氣飆升。同白鹿主演嘅《寧安如夢》同趙今麥合作嘅《杜華年》亦都廣受好評。今年初，佢又憑藉都市愛情劇《愛你》再度掀起熱潮，聲量明顯攀升。不過之後同趙今麥合演嘅《櫻桃琥珀》未能延續先前嘅默契，收視表現不盡如人意，造型質感亦都遭到詬病。張凌赫長相帥氣，並且演技亦都係好唔錯㗎。出道多年，飾演過唔少嘅作品，俾觀眾帶嚟咗唔少經典嘅角色。如今有一新劇即將來襲，並且搭檔嘅女主係女神。呢一部劇就係《續育》，講述咗屠戶女樊長玉、田曦薇飾同落難侯爺謝晶、張凌赫飾喺困境中相遇。一個父母雙亡，為咗保住家產；一個死裏逃生，隱姓埋名。二人一拍即合，決定成婚。先婚後愛日漸生情，後因戰亂被逼分開。樊長玉最終攞住殺豬刀上戰場，謝晶實係戰功赫赫嘅鐵血將軍。兩人於戰場重逢，攜手共築撥雲見日求真相。